入場，掌聲有請。咁多位，再見靚唔靚仔啊？可唔可以嚟一次整齊啲嘅歡呼聲？3、2、1。而家兩位新人正一步一步咁邁入呢個浪漫、溫馨、神聖嘅殿堂。今日現場有家人嘅陪伴，亦都有好兄弟們、好姊妹們嘅保駕護航。我相信此時此刻舞台上嘅佢哋就係呢個世界上最幸福嘅一對。好嘅，有請兩位共同移步到舞台。兩位新人嚟到舞台嘅第一件事係面向到場嘅所有來賓朋友，多謝大家今晚嘅出席同見證，因為大家今晚嘅到嚟，令今晚嘅呢場婚禮更加精彩。多謝大家，多謝。接下嚟有請兩位面對面站立，四手捧花並認真聆聽同埋回答我以下嘅問題。新郎，你是否願意接受面前呢一位漂亮嘅女孩喺今後嘅生活當中，無論佢係貌美如花定係圓過冬瓜，無論佢係勤儉持家定係碌爆咗你張信用卡，無論佢對你係痴心一片定係當你黐咗線，你都會陪伴喺佢嘅身邊，守護住佢嘅初心，給予佢溫暖嘅關懷，亦包容佢少少嘅任性。無論時光變換，容顏老去，你都始終深愛住佢。你願意嗎？我願意。非常堅定嘅聲音，接下嚟將麥克風俾到太太。瑩瑩，你是否願意成為佢今後生活中嘅完美伴侶？喺未來，無論係食鮑魚定係食鹹魚，無論未來係揸 Benz 定係打的士，無論未來佢係6嚿腹肌定係1大嚿肚腩，你都會陪伴喺佢嘅身邊，睇朝陽升起，睇黃昏落下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你願意嗎？我願意。掌聲送俾呢一刻。我願意呢3個字講出嚟，淨係需要1秒鐘，但係卻要用未來嘅1輩子去實現呢一段承諾。每一段美好愛情誓言嘅背後，都需要一個愛情信物作為見證。今日現場就邀請咗我哋嘅伴郎伴娘為佢哋送上戒指，掌聲有請。有請兩位新人同時取下對方嘅愛情戒指。係啦，多謝伴郎伴娘。有請伴郎伴娘移步回座。接下嚟，首先有請新郎為你嘅太太佩戴戒指，戴喺佢左手嘅無名指上面，帶上呢一份承諾，帶上呢一份擔當，用行動去證明你對佢嘅承諾已經實現。接下嚟有請瑩瑩為你嘅先生佩戴戒指，帶上呢份甜蜜，帶上呢份幸福。由戴上嘅呢一刻，無名指不再無名，而係刻住屬於你哋兩個人嘅承諾。希望呢一刻，你哋拖住嘅手仔可以感受到對方嘅體溫，感受到對方嘅心跳。好嘅，現場嘅各位來賓朋友，大家可以攞出手機，準備好錄影錄像啦。接下嚟即將嚟到成個婚禮嘅高潮環節啦！新郎，而家我鄭重咁宣佈，你已經有權喺所有來賓嘅見證下親吻你嘅太太。此時此刻嘅歡呼聲係咪要再熱烈啲？哇！我相信喺呢一刻，佢哋就係呢個世界上最幸福嘅一對。我嘅兩位
有請面向到場嘅所有來賓朋友。咁我覺得啦，今日作為舞台上嘅男女主角，我相信呢，此時此刻佢哋一定有好多説話想同大家分享嘅。接下嚟嘅時間呢，首先舞台交俾新郎，新郎我預留咗2個鐘嘅發言時間俾你，慢慢講。尊敬嘅各位來賓，大家好！好榮幸今日有咁多親朋好友過嚟參加我同我愛人嘅婚禮，特別係珠三角趕過嚟嘅啲親朋好友啦，大家咁趕過嚟咧，就要翻去，我就長話短説講幾句啦，好冇？今日咧係我人生中最幸福、最難忘嘅時光，多謝大家可以喺百忙之中抽時間過嚟見證我哋嘅婚禮，我同我愛人喺度表示衷心嘅感謝。第一啦，就係要多謝今晚婚禮嘅贊助商，就係我老豆老母，多謝佢哋呢20幾年嚟對我嘅精準扶貧，養到我咁大個仔啦，咁大個仔無論我做咩，佢哋都會支持我、陪伴我，以及依家對我老婆同埋 BB 嘅無私奉獻同埋支持啦，多謝你哋老豆老母。另外呢，我要特別多謝我嘅外母。將咁優秀嘅女放心交俾我，而且教到個女咁好，大白話講咧就係入得廚房，出得廳堂啦，係咪？多謝外母，多謝你嚇。最尾就係要多謝我老婆，一路以嚟陪伴住我，支持我，仲有咧就係剛剛咁辛苦10月懷胎幫我生咗個咁得意嘅 BB， 今日當住大家嘅面。我承諾未來一定會作為一個好丈夫，對家庭盡心盡責。多謝大家今日可以同我哋一齊可以分享呢度幸福快樂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好。寥寥數語透露住無限愛意。好嘅，接下嚟嘅時間，舞台交俾我哋嘅女主角瑩瑩，我哋一齊嚟認真聆聽。大家晚上好，首先感謝各位來賓如約而至，好榮幸可以邀請到大家嚟參加我嘅婚禮，見證我嘅幸福。然後呢，首先要感謝我嘅媽咪，多謝佢咁多年嚟嘅養育之恩。在座各位，如果可以喺我身上發現一啲啲閃光點嘅話，一定係得於我媽咪言傳身教。感謝媽咪嚴格教育同埋我悉心關愛我，感謝媽咪盡其所能俾我最好嘅生活。係啦，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咧，舞台上瑩瑩呢一刻佢流低咗眼淚，但係我相信眼淚當中包含嘅唔係難過，唔係傷心，而係包含住今日嘅一切感動、浪漫同埋幸福嘅。接下嚟我哋掌聲送俾瑩瑩好嗎？好嘅，嚟，接下嚟可以繼續啦。感謝我媽咪唔係超人，但係可以為我變得萬能。同時亦都要感謝我嘅老爺奶奶，多謝你哋對我包容同埋照顧。感謝你哋培養一個咁優秀，可以令我依靠一生嘅男人。感謝你哋為呢場婚禮辛苦付出。仲有咁多謝我咁多位姊妹，感謝你哋遠道而嚟成為我嘅伴娘。你哋見證我同我先生從相識到相戀。感謝你哋分享我喜悅，分擔我苦惱。多謝你哋一路陪伴，多謝你哋。我仲想同我先生講。感謝你俾我簡單幸福同埋溫暖，亦都感謝你為我負擔不安同埋心煩。未來日子無論係詩同遠方，定係生活酸甜苦辣，我都希望同你相知相識，彼此勉勵，一齊孝順父母，彼此父母，一齊走向更好嘅未來。最後再次感謝各位來賓參加我哋嘅婚禮，大家可以開飯啦！多謝大家。好嘅，係啦，兩位新人呢，從佢哋嘅説話當中，亦都係感受到滿滿嘅感謝。哇，媽咪真係迫不及待咁樣將個孫仔帶上嚟到舞台啊！唔緊要，嚟，新郎，係啦，抱起 BB， 因為呢，啱先由我哋新郎嘅話語當中，大家亦都係感受到啦。其實呢，今日唔單止係兩位新人嘅大喜日子，亦都係佢哋嘅 BB 軒軒嘅白天啊！俾啲掌聲，我哋呢位可愛嘅小軒軒好唔好啊？係啦，睇下佢啱先，其
其實新郎新娘迎賓嘅時候，佢仲喺度瞓緊覺㗎，但係一到舞台上面咧，就擘大個眼睛望住到場嘅來賓朋友啦。喺度咧，我想做翻個調查啊，大家覺得我哋嘅軒軒係似爸爸多啲定係似媽咪多啲呢？嗱，如果覺得似媽咪多啲嘅，俾啲掌聲 BB 感受一下得唔得啊？好，咁如果覺得我哋嘅軒軒係似爸爸多啲嘅，可唔可以俾啲歡呼聲感受一下？哇！睇嚟我哋嘅軒軒咧，完美咁樣繼承咗爸爸媽媽嘅優點啊！既有媽咪嘅美麗動人啦，亦都有爸爸嘅博學多才嘅。咁喺今日嘅呢個幸福現場咧，兩位新人亦都係為我哋嘅 BB 進行一個白天嘅封酒儀式。有請兩位共同移步到我哋嘅封酒台，係啦。好嘅，接下嚟咧有請我哋嘅瑩瑩攞起我哋面前嘅封酒貼，將我哋嘅美酒喺呢一刻封存落嚟。我哋現場嘅呢個封酒儀式咧，係軒軒嘅白天封酒儀式。喺未來，當軒軒到達咗18歲嘅嗰一日咧，我哋嘅美酒將會進行開封。到時如果大家想一齊嚟品嚐呢一瓶美酒嘅，俾啲掌聲，軒軒感受一下，好唔好 ？OK， 多謝咁多位親戚朋友今日嘅親戚同見證，唔單止見證咗一對新人嘅美好時刻，亦都見證咗我哋小軒軒嘅成長。好嘅，接下嚟爸爸可以將我哋嘅仔仔俾翻媽咪啦。OK， 接下嚟嘅時間呢，我就提議喺呢個咁美好嘅時刻，我哋兩位新人咧喺舞台度，亦都想同大家嚟一個全場祝酒環節嘅。一嚟就係多謝大家嘅如約而至，二嚟咧係慶祝一對新人嘅美好時刻。接下嚟邀請大家斟滿你面前嘅茶杯、酒杯、飲料杯，一齊嚟一個全場祝酒環節。如果大家已經準備好嘅，一齊將我哋嘅茶杯、酒杯舉高過頭頂好嘛？酒杯舉起來，財源滾滾來，個個都發財。接下嚟我講3、2、1，大家一齊嚟講乾杯！準備好啦，3、2、1，飲聲，祝大家旗開得勝。OK， 好。OK， 咁接下嚟嘅時間，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啊。今日其實喺我哋瑩瑩手上嘅呢一束捧花咧，同我哋一樣，見證咗今日嘅幸福，亦都代表住今日嘅一份甜蜜，預示住即將到嚟嘅一份幸運嘅。接下嚟邀請現場嘅兄弟團、姊妹團一齊嚟到舞台搶花球啦！有請兩位新人移步到舞台嘅右方。好，現場嘅兄弟團、姐妹團一起上到舞台來搶花球啦！睇下今日嘅呢個幸運花球花落誰家啦！好，接下嚟嘅時間呢，我會將麥克風俾到我哋嘅新郎，當新郎數3、2、1，數到1嘅時候呢，我哋嘅瑩瑩就會往後拋我哋嘅花球啦。好，有請姊妹團，係啦，兄弟姊妹往前少少嚇，往前一點點，對，都盡量往前一點點。好，後邊嘅朋友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聽唔到啊！準備咯喎！3、2、2個半、1。恭喜！嚟有請我哋嘅兄弟姊妹團留步喺舞台，同兩位新人嚟翻張幸福合照好嘛？多謝我哋兄弟姊妹團，今日你哋為兩位新人嘅保駕護航嚟，你企喺新郎嘅隔離，係啦，嚟一齊望向前面嘅鏡頭，影翻張大合照。OK， 我哋嘅 DJ 老師麻煩切一切我哋嘅定屏。OK， 嚟望向前面嘅鏡頭，往中間靠攏，係啦。今日兩位新人係幸福嘅發源啊！我哋新郎新娘靠近得越埋咧，我哋嘅幸福就越多啦。嚟望向前邊嘅鏡頭，影翻張3、2、
2、1，再嚟一張，3、2。